我们打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泰雅成人语言文化班的由我们吴巴赫老师所带领的。Lemuhuna Yudas 耆老吟唱，欢迎他们！掌声鼓励吴巴赫老师所带领的泰雅族戏剧与歌唱班啊！哎，六，马上时间，歌唱班哦，哦，你们好像从部落来的呢，这观光客两个不够的左右，不够很到这边。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泰雅族语言班啊，我们这边呢真正做到了这个族群的欣赏。那么我们这边呢有2个外国人，有3个汉族，有好几个这个不满族啊。那我们请那个澳大利亚的谢文生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西木。我叫西木。老路马图干有 bus 有 bus， 给他一个掌声。我们再给这个纽西兰毛利族的马上。好，因为前面时间太多了哈，我们只有3分钟，如果3分钟到了，自动把它切掉。好，来，请我们Ubas， 你到前面来一下啊！我们今天是要吟唱我们泰雅族这个老人The Godas 的一个吟唱这是非常难得的。那个刚才我已经给了大家一个书面了哈，来，我们请 Ubas 来开唱。哈拉萨库哈阿拉塔伊尼特达yan nawai musa sukakun inudan maku
各位亲爱的乡亲们，我们泰雅族1000年来，从我们的发源地迁徙到各个地方，我们的耆老告诉我们要相亲相爱，要彼此的照顾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我们也祝你们家庭幸福美满，心健康安乐。谢谢各位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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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马后一起鼓掌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啊，我们最棒的泰雅族语老师，我们58克老师啊，他还像马英九总统一样在宣誓一样。好，谢谢我们的58克总统。好不好？哇，很有那个气氛，有没有？对，同样也是从外国人的口中，然后唱泰雅族的歌，真的。如果他族语认证，他可以那个过关了，没有问题。没问题。他就可以当族语老师了。好，欢迎来台湾教族语，谢谢。是哦，这边教英文嘛？教英文，哎，一举数得。对啊。好。数得。